本乡水源村蓝山索道再生计划可行性评估案于108年8月16号进行部落咨商同意权行使会议。花莲县林管处处长杨瑞芬、秀林乡长王玫瑰、秘书胡孝明、乡民代表邱慧英以及水源村长洪明辉皆到场关切。因水源部落目前并未成立部落会议，因此改由乡公所代为召开，并于活动中经投票表决选任胡志胜担任会议主持人。水源村原住民族家户共计380户，需达50%以上才可成会。本次咨商同意权行使会议，部落居民相当踊跃，共计197户出席，以符合会议程序。会议过程中，部落族人提出以下要求，并须纳入尔后整体 BOT 开发营运的合约中。第一点，蓝山索道园区本乡乡民正职员工比率需占1/3以上，临时工人数需占1/2以上。第二点，蓝山索道园区需设置与养护太鲁阁族文化主题园区，供部落族人展售部落农产品、手工艺及乐舞展演之使用。第三点，蓝山索道园区内标示告示牌需以太鲁阁族语及中文并列。杨瑞芬处长也于会议中一一回复部落族人所提出的要求。整个规划的过程，可以让各位派代表来一起参与，不要说我们都是闷着头来去做这个评估啦。部落咨商会议的议决结果，赞成票175票，超过出席人数半数。本次部落咨商会议结果为赞成开发蓝山索道。本所期待尔后开发团进入部落后，能够与部落共创双赢的局面，以落实互助、互益、互惠之精神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。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杜努瓦西提米基报道。